Hello，歡迎再次返嚟漂流書室，我係咕嚕。今日我哋學習嘅重點就係合作同埋勇氣。我哋要將最好最強嘅對手呂布，就好似我哋喺遊戲入邊嘅 Super Boss 一樣。我哋要知道，當敵人太強大嘅時候，一個人衝過去可能會失敗，但係3個人聯手就可能創造奇蹟。今日我哋會去到一個好高大嘅城門口，叫做虎牢關，嗰度企住咗一位全中國最強最厲害嘅武士，佢叫做呂布。好多人都會話冇人可以打得贏呂布，但係喺呢個時候，曾經喺桃花源約定做好朋友、結拜成為兄弟嘅劉備、關羽、張飛，決定一齊上場，唔知道佢哋會唔會成功呢？我哋形容一下呂布先，呂布生得非常靚仔，非常有型。佢頭上面戴住嘅係一個好長嘅羽毛，佢手上邊拎住一把武器叫做方天畫戟，好似月亮同埋長槍一樣。最有型嘅係佢騎住一匹全世界跑得最快嘅紅馬，叫做赤兔。呂布只要喺戰場上邊揮一揮佢嘅武器，基本上就冇人夠膽埋佢身。呢個時候，張飛就大叫一句：我嚟啦！佢拎住長矛衝過去，同呂布打咗50個回合，仍然分唔出勝負。關羽見到就即刻騎上馬衝過去幫忙。2個人打1個人，呂布都仲係好輕鬆，好似跳舞一樣。呢個時候，嗰位賣草鞋出身嘅英雄叫做劉備，亦都拔出佢嘅雙劍加入戰鬥。而家變成3個打1個，左邊係劉備，右邊係關羽，張飛喺中間。佢哋3個就好似一架旋轉嘅風車一樣，將呂布圍喺中間。呂布雖然好強，但係佢發現無論佢去邊度打，都會撞到呢3位好朋友互相幫忙嘅力量。張飛攰咗，關羽就即刻幫佢擋；劉備有危險，張飛就即刻衝過去。呢個就係我哋講嘅合作。去到最後，呂布都覺得好攰，轉個頭就騎住佢嘅赤兔馬返去城裏邊。冇錯啊，劉備、關羽、張飛佢哋贏咗，佢哋用團結嘅力量打敗原本不可能打贏嘅對手。小朋友，我哋今日要學識嘅字係合作。你睇下你嘅手，如果淨係得1隻手指，係咪好難拎住好重嘅書？但係如果5隻手指一齊合作，你就可以將一本好重嘅書拎得穩穩陣陣。劉備、關羽、張飛，佢哋每一個人都有佢哋嘅優點，但只要佢哋一齊努力嘅時候，呢一個就係最強大嘅力量。各位爸爸媽媽，小朋友喺學校玩玩具做勞作嘅時候，記得要鼓勵佢哋揾夥伴。我哋可以教導小朋友，就好似三國英雄一樣，一個人走得好快，但係一群人合作，我哋可以走得好遠，打贏最難嘅挑戰。下一集我哋要離開戰場，去認識一位非常聰明嘅老先生。佢用一啲巧妙嘅計劃，唔需要流汗，唔需要打交，就可以打贏仗。呢一個就係好聰明、好厲害嘅連環計。我係咕嚕，我哋下集漂流書室再見，拜拜。